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的》，我係吳依蓉。今日來到現場，同我打最鼓嘅來賓呢，而係我哋屏東號已經耕耘20年嚟嘅屏東客家樂舞團。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林俊烈團長，歡迎團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客家樂舞團團長林俊烈。非常感謝團長來同我打嘴鼓哈。團長係第一擺來，好，咁我哋先對你嘅故事開始好冇？係，咁團長係嘉東人，自細都喺嘉東台，喺出生，喺讀書讀到國中畢業，又去屏東讀高中，又去台北讀大學，個喺諾貝96年，即民國80年，一回到嘉東服務，嘉東農教。唔讀書都係讀師範大學。師範大學，家下按你算過讀書嘅哦。還好。學霸型咧，係咪？你係玩細鬼怪嘅嗰種聲音嚟嚇。我師兄弟係最調皮。嗰度讀體育咩啊？係你係真牛嘅嗰種係咪？真好嘅。媽媽同我太太認識的時節，媽媽看到有地氣發。你要搞清楚哦，我4個兒子，這個最皮哦，最兇。萬歲佢好講，按我讀書讀到師大呢？應該咁樣講啊。頭擺我哋當時我哋民國70年哦，也太陽聯考的錄取率10%而已，嗰個實在也冇簡單啦。我喺應屆畢業都考到啊。冇簡單咧，實在冇簡單。唔家下攏會上去讀體育呢？因為讀到高3嘅下學期吼，要擺上體育課先生，是只我哋先體育先生問我講，就你模擬考考會多分啊？我講300人分呢哦，你講300人分，我最多考到可能文化大學嘅農學院，農學院，唔要讀農。講喺冇興趣呢，實際上下睇吼，埋頭擺看到阿婆嘅呢，喺田裡地擺安尼做事哦，真辛苦。對農業係實在一興趣都冇。唔過嘢係我喺讀屏東中學嘅時節哦，我喺校運會嘅時節哦，我都是100、200的冠軍啦。都咁我你冇練哦，要做第一名。你只要時常要記得講伊都聽我講是，望我昆士來考體育咩昆士呢？要記飛哦。真是都考到。唔係單槍過牛過好，韓國會做標。係哦。你真正係體育過好嘅嗰種。有天分啦。實在冇去練過啦。唔是練嘅嗰種哦。哇！真係都係天分嚟咧。係啊，都真係都天分。團長派我體拜訪問到就係師大畢業，體育呢畢業做體育先生。咁體育先生都係馬嘅路喎。係哦。好教就係馬嘅路嘅教呢。如課程底部有嘅唔都係教。關於排球啊、籃球啦、田徑啦、游泳啦，甚至舞蹈。連跳舞都啊？係啊，唔過我看體育啦，比如講你到體育，你到比如講我頭擺喺六區嘅時節，你喺平貴有打壘球，唔可能愛接觸好多。我教地方也有橄欖球，橄欖球隊，我哋可能要去接觸一啲東西。頭擺睇我教時可能好冇按到，唔過樣職場上的訓練很重要，在職訓練。你到什麼地區，那個地區流行什麼東西，或者說他們那邊比較適合什麼東西，你就要再去加強的去做那個練習，這樣去涉獵這些東西，這樣。你睇6季到6年，6季到家鄉，嘉東，睇嘉東農教，那嘉東嘅重點嘅體育係乜嘅？喺因為嘉東農教嘅時節喺高中。喺我師大大學長，他是公教系的社教系畢業的，然後一路講，剛我哋嘉東一片唔係帶排球隊。我記得我因為學校開學嗰度1禮拜都先運，我都帶啲排球隊出去比賽。
排球比賽哦，教練要提出那個比賽那個陣容單有沒有？一下眼唔會寫呢。雖然當時態體育那邊業哦，一個專業各專業嘅東西，我伊唔曉得寫呢。然後啲種來同佢寫，我成昆用去寫，哦，原來安尼呢。啊，聽一場比賽我都曉得寫。哦，啊慢慢呢，都安尼跟帶到有啲成績啊，唔會差。按一開始排球幾厲害哈？都基本通俗會啊，是猜其他嗰度東西咩唔曉得啦。我喺面係所有嘅球係種啲啊，教練係寬恕的帶球隊嘅。哦，因為教練唔是會打，會帶。會帶你因為有我哋體育那邊我哋有一個理論基礎，有教學法，有訓練法，這些我們都有學。還有運動生理學的這些，一個體能怎樣進步，可以曉得去運用啊。我拄好也喺民國80年幾家同也拄好選上到體育研究所的暑修班，這個40學分班，明年暑假連接4月暑假又歸去師大去進修。暑假讀書過來的時節，我有啲球員不敏感，講教練。唔係拜暑假讀書過來吼，對眼喺紅色都冇乜有用。我講嘿呀，有進步啊！到83年暑假畢業後，我哋一年呢吼，咪帶球隊嘅成績打真好，咪打到全國甲組嘅第4名啊！排球聯賽啊！應該從不會寫陣容單，用了4年的時間、5年的時間，我達到全國甲組第4名。那4年算過厲害呢吼，都因進步安尼。這個進步啊，可是那個時候投入的精神哦，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後來玩了5年，我跟校長報告，我休息了，希望我被撞黑了。你安排。我也隨時喺下阿波都160吧，樣樣甚至空死呢。上次人是本期個阿邊安排。你想講做出成績？伊也對生意人係咁講，伊呢有機會。有機會啊，講講人哋教練帶定嚟標，咁係個學嘅教練哈。我係頂球前學個。不過我唔會同輸打死伊啊。你哋教練唔會啦，我唔係。不過我係前學個，一定學生去全部更加讀到我前學，因為我體能過好。因為一當咁啊講當波嘅時節吼，當厲害嘅時節，唔就輸我啊。唔講假好，上次老師講，如果變伊人嘅榜樣，同伊人講，唔係有機會嘅，就算靠體育，係有啲機會安尼。哇，嗰種假下算係個認真嘅欣賞咧吼。如果係做乜嘅係有本嚟咁無，佢有興趣，咪要過3萬，個認真都會做啊。你一直搞到退休。剛睇架董龍教骨球呢？22年。我阿冇搞骨球啦，我全部我年資28，我50歲我都退休。50歲都退休啊？唔係50歲我都退休。搞退休做乜嘅？退休後，依家退休是面到講，因為依家我拉體嗰樣都過重，1年。很孤單啊，一個壓力又很大。高雄中學，一個人在那邊念，都壓力很大。我想說啊，我都講話，我退休後，我成皮2年，結果一皮就3張日，101年我退休嘛，8日退休嘛，什麼日處，我頭擺喺組裝嘛，我做主任嘛，頭擺喺組裝講，主任嘛，這馬家煙啊吼，排球拍得擺好呢，你等來帶好無？唔鼓勵帶好冇？佢依家東東交代。東東又再回去帶排球隊。係啊。一帶要帶9年。都專門帶排球隊。要帶9年。帶到60歲，我講是唔得了哦。個舒爽面，你很投入的時候，你常常有時候會，有時冇做到吵。但是問人錄落去示範動作做乜嘅有冇？這個係一個舒爽。一個舒爽係退休嘅有冇？人講啊，一家己高富帥呢。你變得安尼啊？
如果正經退休誒？正經哦，唔是唔係個啊！我以下退休2年後，我媽媽都帶我入來一個團，以下做副團長，如係用佢講啊，伊都講今日啊，我今日暗頭開採吼，木做木幾好呢，望將來來，都必歸來。原來遐呢。如果唔真係想講我順得咯，我排球隊變下來嘅，有一個機會，媽媽如講唔是採做愛去，咱開始講呢邊嘅。是採台灣有2片都進行的啦，我暗頭一禮拜練1擺嘛，我愛排球隊也是每年都會練習，拜二我都練過強壯啊，我暗頭我來團康來練習唱歌嘅呢。嗰種咱家人一個舞團，家下都差唔多60歲啊呢。冇啲52歲嘅時就搞呢邊，10年前。先陪媽媽歸來啊！我哋頭前呢先了解一下佢哋先生嗬，佢哋團長以後用嚟開始慢慢有接觸到，咁農會被推坑裡面做團長咧嗬。等一下呢，我哋聊一下個繼續來問團長。非常多種來歡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的來賓係屏東客家樂舞團的林君烈團長。到到我哋卡睇休息的時間，團長同我講以前教書的故事，真係蠻好聽哦。不過我哋今日重點呢係樂舞團，好，假使等下有時間過來請教先生，以前教書有幾多伊嘅哲理，很值得學習哈。不過頭到團長有講到，黑媽媽。借口也不是借口啦，講愛食材看無嘛清楚誒，唔來食材做愛去，容易到一個團。咁以前係好唱歌跳舞誒哈？蠻細時陣就愛學過小提琴。雖然運動規背吼，小提琴愛學個一下爾，一個我哋也經常有帶我哋去做過檢測，講一個係有一隻聲係會。絕對音感啊，音感清吼，會準。歌喉是沒有很好，可是還可以練習的。唔過一個看譜的能力 OK。跳舞係我讀大學嘅時節咯，我哋有韻律課。我睇大3、大4的時候，我主修是舞蹈。因為我哋一屆按多年吼，所以那伊主修舞蹈要3年。我係其中一個。嗰種入到嘅樂舞團嘅時節，其實就比較如魚得水，安尼係咪？喺我哋樂舞團底擺跳舞嘅動作跳舞嘅部分差唔多仲細模一跳啦。我係唯一的舞男啦。家下樂舞團主要係睇做樣嚟嘅表演。即係我哋唱嘅歌嘅有冇頭擺？有家家唱頭擺啲羅山歌啦，那個客家歌嘅。後面我哋在我一個成立過來一個屏東客家樂舞團嘅時，我哋大部分唱嘅歌嘅，係我哋自家作詞作曲、編曲、編舞，甚至把它變成一個像劇一樣。係哦，幾乜嘅時間開始？如果一個我哋團長林瑞輝團長，2002年創團的時候，我哋一個屏東客家樂舞團的表演，大部分就是以這種形式。連歌也都自己寫。自己寫，自己寫歌詞，自己作曲。哇！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指導教授是台藝大退休的李圖能教授，他是本身就內埔人，他來幫我們寫一些編合唱曲。金錢版呢有那個許明德老師啦，也幫我們寫那個編一些曲子，編合唱曲。今屆成員差唔多係有一多少？大家係入做乜嘅投入嘅人嗰度？當初入來嘅團員吼，
大部分係福高嘅先生，退休嘅先生，到面一到早期嘅團員，時間到個年紀大嘅，慢慢地退出，你都會甚至就凋零了，那目前咧團員係頭擺過後生嘅先生，過後生嘅一個團員，見到年紀也大咗，後面我哋又見希望個對一個創科位，個有興趣嘅，地方人士唔係要熟悉啊，你介紹過來，就嗰度都睇唱卡拉 OK 嘛，當到呀，就嗰邊唱哦，累麼？哎喲，因為唱卡拉 OK純唱安尼合唱哦，好無共樣，唱合唱還是有一定的難度不過呢，我好像星探安尼吼，如一起，呀，彈起來高聲可以訓練哦，如去搖伊安尼。搖伊開始就一累麼更加有一度嘅團員，更加差唔多睇年，差唔多有20年左右。小朋友更加還有7咧，差唔多6、7咧啦。一開始都有小朋友揀呢唄。小朋友是喺頭擺，我哋啲團員然後請我帶一個入嚟屏東兒童樂舞團。前幾年因為他們的團長這個身體不好，身體有狀況，慢慢的就覺得不要這麼累了，就把那個團把它解散掉。那我哋依家搞資助員的小朋友的舞蹈部分呢，也是我們的那個藝術總監嘛，中原的欣賞嘛。你講小朋友練得很好誒，佢冇菜，來，我哋我哋變成一頭擺，我哋全部從太陽的表演，更加有小朋友，大人跟小孩一起融合起來表演的話，也呈現不一樣的風貌，也很棒，這樣子。我說我哋去年呢，同前年呢，我哋參加一個嘉義園區拍的一個唱到心花開。一個客家歌謠的比賽嘛，我哋連續2年中有小朋友融入我們的比賽，效果也相當好。咁喺乜嘅時節開始接團狀嘅？喺今年，去年呢我哋去苗栗參加一個進階組的這個客家歌謠比賽，我哋之前有3年有得到優等，優2擺以上呢先至參加一個進階組，我哋又得到3擺，我哋都。冇拄啊！一定走安尼幾天，愛去參加進階組，都去到苗栗。去苗栗比賽，古來嘅陸豐喺頭喺當過，但係所以因為團長你身體嘅狀況佢無好。你講加入個團長嘅職務伊講上去搞份一個執行長那個時候我是執行長，很多大小事情都是我在做大的幫忙這樣。這堂中也按多年的表現他感覺有目共睹就要把這個單子要交給我這樣子，要個大面要幫佢開我依家實在同我太太見參詳，見商量嗰陣時你講接好冇，接落去這個單子蠻重的，你沒有當過家，你不知道它有多難當對啊，都會安尼剛剛哈有團長又有執行長，我哋有啲組織章程我接團長後，我有啲修改過一個組織章，就是每個人在團裡面負責什麼事情。最頭下而已冇，我參加一個團嘅時陣，睇有這種事情全部從團長在做。不過講團長都做得真辛苦到我嗰時我講是唔對咯，一個團體應該是大家人來共同承擔，不要什麼事情都一個人扛，會很辛苦很累。一個觀念也目前我哋一個幹事部嘛，我哋組織的一個幹部嘛，他們很同意我的看法。講起來安尼過好啦，安尼過
講迄個團裝吼，做到暗忝。啊，我團裝個事情幾多呢？哦，像我厝邊樣去到國稅局有沒有？安尼3張樣愛去登記說啊，你有沒有什麼營業收入？哦，比如有萬元有請人去表演，哦，伊可能要分一個公關公司講啊，某個發通哦，有這樣的表演，啊，他會給你這個演出費，哦，雖然不多，可是你還是要到國稅局去這個，去到國稅局去做登記啊，啊，種個8月份、9月份辦個2場的趙萬昌老師的紀念音樂會，也係屯縣政府申請的一個專案的經費，哦，啊，唔過有人參出，哦，啊，贊助費也要去報，雖然不多，可是你還是要去申報這樣。啊，要做案多。哎呀，那個貴賓呢？啊，10月份開始哦，行政的事情啊。演出的那個執行計劃有冇？又要報科委會呢。哦，人家個寫那個計劃，人家個頭腦太好。哇，人家還有執行中嗎？有。哦，咁用來分工啊？啊，人哋執行中，伊講分裝嚟，出力咧唔知冇嚟做，一個出頭腦嚟，更加冇度。哦。係啊，電機邊係個睇啦，睇下下些啦。啊，伊個唔過一個執行中哦，即係佢做得佢10萬。人哋佢批復你。哦，路邊那個唔是有一天數，路提供，伊要去做，安尼。啊，唔過也按到哦，按麻煩的事情。哦，嗰度一道行政的工作哦，實在冇簡單。可能一般人假使冇家己也算冇參與一個團務，會冇上到也，像我都冇啊，因為我冇參加乜個組織，都會冇面到講。其實唔會經營一個團，唔係請人大家去睇啊。其實有幾多幾細嘅事情，細方愛顧嘅事情咧。哦，故說人家我接一個團做冇，唔係請抽象嘅一條事情去開。其實有幾多，我覺得最可怕的是這些。唔係坐喺地上哦，佢睇面樣係做團裝哦，哦一條石頭哦。執到唔係揀頭會擺喺度。哦，啊，因為有20人嘅個團，大家可能也會想講，可能冇聽下疏風團嘿，故所有阿邊會過太陽哦。啊，實在更加都遇到嘅問題都會慢慢會出現啦，因為哦，連我哋指導嘅先生梁嘅，哦，我哋指導教授82歲，哦，我。啊，面去打球嘅話，佢哋好有體力真好。啊，我哋一個藝術總監，一個舞蹈老師啊，78歲。哇哦！身體蠻真好嘛，佢會跳哦。唔過唔咧有人哦，人一個路有冇有時一下落坎哦。咩係咩規劃工啦？規劃工係。實在。雖然大家都保持啊，過好。保持過好。現在唱歌跳舞上對健康是最好的啦，尤其唱歌的啦，一個醫生，一個所有的統計都講話唱歌都第1名嘅，都可以分讓他家人咯，來唱歌。今日團中都來招生的啊，咁一天吼，除了講維持團務過辛苦。表演應該係最快樂嘅事情嗬，人哋等下呢，下一個團路來唱團中同人哋分享，而呢表演啊排練有乜嘅最奇妙嘅事情，人哋等下都做咯。非常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屏東客家樂舞團嘅林君烈團長，好多團長有講到嗬，愛做嘢團長冇咁簡單咯嗬。唔過唱歌跳舞還係幾快樂嘅，咁唔能用唔係用人工現成嘅喲，唔能練歌嘅路係完全自家要創作啊，要編舞啊，嗰種唔能夠做一個表演出來，其實幾費時費工嘅嗬。咁冇簡單咯。係啊。一個最早係我哋羅團長、林團長哦，以下嗰套歌詞哦，啊寫嚟，伊會問特別邱振武老師來譜一曲，無如即本來媽媽，
蕭老師，你要不要把它譜一下曲？啊，某路頭擺有個趙萬昌老師，來要譜個曲。好，一下喺線上買寫曲，啊，然後就看那裡，哦，你寫起來，我來唱，唱唔會查，然後你買錄音，去錄音室，哦，先把這個曲子，先把它用鋼琴啊，或者是用什麼把它彈出來以後，哦，啊，再來唱，唱啊嚟錄過嚟，迄劉德華，咁我也首曲唔會查，哦，你頭擺你唱許明德老師，把它編成合唱曲。後面也個李圖南教授，伊鼓勵女僕迄個時節，哦啊，有啲吉米同埋咧也羅團長熟悉後，哦，已經好，他很喜歡我們的這個做的詞曲啊，哦，有一些不錯的，他就拿去編成合唱曲，啊，之前有下技術哦，哦，一合唱曲哦，是才困難。而且它的伴奏有沒有？鋼琴伴奏很難。拄好又有一個團員的親戚，喺意大利，奧地利，喺奧地利的音樂學院當一個教授，尤其就是鋼琴演奏的。他只要有回來，就請他去錄。那個其實很難。錄起來以後，有伴唱帶了，那我們這邊就好一步一步去錄音，然後把它唱起來。那個規格很高呢，我哋91年成立，哦，93年、94年、95年、97年、98年，民國100年、101、102、103、104，10年，我哋得到一個屏東傑出演藝團隊的殊榮，10年。哦，我哋91年成立，93年都開始出國去表演。如何一道表演的歌曲啦、舞蹈啦，都相當的有水準，才會接受這些國外的這些客家團體，哦，這些客家工會，啊，邀請我們出去表演這樣。這個表演係乜嘅感覺啊？哦，我出去2擺，第一擺都係2017年哦，也係一個北部一個客家的大佬。比如牽涉我哋同日本的一個日台這個一個文化交流，啊，我哋一擺從誒表演15條國語，哦，15條，按多，係啊，哦，都冇見到，因我哋表演點歌種哦，係哦，幾少按呢呢？有歌有舞，哦，其中還有一條舞，還有落去跳，按照彩雲啊，一條彩雲係我媽媽作曲，那個林瑞輝團長以作詞，寫的一首那個華爾茲的那個，編成那個彩雲哦，那個吳樂龍老師編的那個彩雲的舞蹈，非常棒。哇，從15條哦，加對體力咪係其他嘅呢嗬，兩萬嘅表演。唔係每一條國語中，大概要中。全部用下。有時講，比如講有時一條國語一定要獨唱咧，啊有雙重唱。我都係幾完整嘅演出嘅。幾完整嘅，唔係講上去唱2條國語嘅種嘅。咁唔能唱嘅係本採體嘅日本嘅行人堂，還係日本人？日本居多客人。其中有我喺同學嘅媽媽嘅同學。喺地區做一個乜個工會的理事長。嗰時也有日本人。做。咁伊能談嘅用本嚟乜個回饋冇？因為因為是冇咁乜個回饋，我最尾一首哦，如果喺我哋喺台灣練，先講我最尾要合唱一首歌曲，我哋喺台灣練，因為喺邊練。台灣同日本合唱啊？對，就是對，到最後合起來一起唱那一首歌。感覺係幾好嘅回憶呢？係啊，真好。咁你咧表演，因為你講有大人有細人咧，加入喺藝術總監來負責，來訓練大家咧。咁同細人咧，叫下工作會幾麻煩冇？
小朋友喺我哋菜愛吼，因為我哋用擺六個折順頭，哦，同一條線因為適合來練習，哦，那藝術總監他就會去分配說，目前小孩子的任務，啊，比如說我哋有10條歌要表演，哦，其中小朋友負擔4首，他演6首，哦，合在一起的。一起表演的可能有1首到2首，那這樣去練習。如果是迄種講太陽團聲音，強下中一個表演有太陽聲音呢，也如果採愛前時間，本身因用暗土條，考試考的嗰時得嚟好啦，對啊，同太陽強下來彩排啊。案發時間，咁你能經費哪來喏？俺哋經費，俺哋每年吼對學培費呈現一個計劃，我像拜託一個學培費，我哋付出，可能一年1到10萬嚟，差唔多30-40萬嚟啦。咁你團長會寫計劃？係啊，團長都會寫計劃啊，一個頭腦清通啊。係啊，因為一年落愛呢，會重複安尼印象呢。好多團長你有講到講，其實差唔多社團如果遇到安尼團程的問題，錯，也係能更加遇到拍青苔的一啲困難吼。係啊，像研究比賽，他間伊講，伊有規定講20個人以上。有安尼規定咯。上台20個人。嗰是合唱的話係咪？合唱不管合唱還是齊唱，都是合唱。而且只有唱歌的部分就要20個人。其他的伴奏的啦、跳舞的，統統不算。一個對我哋團體來講，係對他的壓力啦，很大的一個壓力。因為我們平常我哋出去表演的人差唔多10個位呀，一團人簽多車，超過20個，我條腦開通。一條條條一見講，我退休，我唔會唱嘅啦，一條唱歌全部都搬過來啊。一拜託人哋過來講，哎呀，聽說一下有個比賽吼，我們把我們的招牌還要撐住，不要讓它倒下來。更加親年長的團員係多少啊？最年長的有上去表演的，拍喺我哋一個陳鳳林老師，也36年次。我哋藝術總監37年次嘅。哇，睇下千歲團安尼，真的是千歲團。就係普遍的年齡都係可能70，吼60-70。你看我60幾歲，我在團裡面是排後面的，非常後面。嗰時候除了，因為其實都係談論社會原因，佢唔除了有熱情，還有體力的。有。實在也個。你就是要有一些壓力，你會維持你的體能，維持你的熱情。你如果唔係咁樣講我有個熱情冇誒，你的連身體連體力都會跟着會掉下去。所以這個是我感覺是互相的啦。更加前線的團員會困難。你能我托下，因為唔能唱歌嘅按要求嘅。頭擺都會托個鐵娘。變成門檻太高嘅。門檻太高，變成會有斷層。嗰種更加，因為都係有困難而請團員，也冇聽說，因為俺哋以前標準標下嗰個，你可能會篩掉很多有潛力的人。對。就是這樣。如果對照到團長頭擺帶學生嘅排球隊啊，嗰奇妙呢！嗰種唔係做事情嘅風格，沒有同其他團長冇共樣嗬。係啊，我咁樣講，因為我哋教育界研究有冇我哋學校做主任做咗10年，尤其訓導主任有冇？我因為我做過學，因為講嗰度學生嘅模樣都係差別嘅，幫我綁過來，俾我拉起來了。這一點我相當自豪啊！係啊，以後我嚟講唱唔係辯論，係啊。
咁嗰種一路用安尼嘅精神繼續來帶，從係希望安尼從係。咁有乜嘅目標哈？希望我舞團會行到用嚟。我是咁樣講，我是認為講，我哋出去表演嘅時候，喺有看到我哋安尼表演嘅方式，哦，喺咁樣唔會差，哦，佢歡迎人哋嚟主動嚟參加，哦，啊是在唱歌先好，哦，啊我哋喺盡量要安排每個人有乜個適合嘅位置，哦，我們請他哦，你就到那邊去。哦，每一個人可以出不一樣的力量，哦，是在客家文化哦，我頭擺入來一個團體之前哦，我唔曉得創一條客歌嘅，哦，一條歌創唔得，包括流行歌曲，我同山歌推擺也個我無法度創嘅，我係今仔日咧創一條10條嘅客家歌，啊，通個出路係像團長講嘅，唱歌嘅跳舞過快樂。過快樂，過好，會保持後生。啊，假是觀眾朋友可能感覺有興趣哦，又係屏東人嘅話，來請團長參加一個屏東客家樂舞團。今日非常感謝團長分享按奇妙嘅故事，多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多謝。加下來觀眾朋友聽論先生好好運動。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